台南市议会第8处定期会日前召开第2处的定数委员会，主要审查各项的提案，由赵一麟过信用议长主持，市府由副市长代签，带领秘书长甲各局处的首长列席。会中讨论110年度决算审核的报告案，以及112年总预算案，甲市府所提19件电付款案。其中总预算案，因为听取委员对着议会附带决议，市府伫个执行中央敬老甲健保的补助是无排付，毋过后来市府却排付，认为无尊重议会决议，引发讨论，甚至认为市府的预算变了伤过腐烂。去年审查预算案等于法律案，阮有附带条件呢。啊，你即摆讲落个讲会用靠看，啊，你明年加遐济，拢袂用靠看，啊，伊个补助拢无补助着，恁爱讲个清楚啊。啊，无阮依照第5条第2款，阮咧私自审查你内容呢。啊，拢你咧讲诶，市长卖去管中央靠补助款。较议会的决议，法律上有约束力，无排付犯法的啦。因为中山市是有因为这个，你也无故意啊？伊是讲为了中央会扣一些那个我们的社务的一些补助款呐，所以说这个补就变成决议是排付了。那排付的话，我们就是依照那个排付，我们送预算的时候是已经是送那个10%排付的那个预算进来了。你如果不排付的话，他又要再增加预算。增加预算的话，会计单位这边的话，就是说中央全国基本上都是排付啊。你市政排付的话，原则上就和市议会所做的决议呢相出入。应该要解释清楚。原则上这个案子我们就不接了，待下一次程序委员会呢，相沟通一下再处理了。最后，听书委员认为，基于府会互相尊重，总预算案请市府通盘检讨以后。伫个第3处的听书委员会，才阁送来审议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